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你真的要去亲自督战吗？没有人比朕更合适了。可是你是皇上，万一有什么闪失……喂，我是怕你有危险。平宁城快不保了，唯有朕亲自督战，才有希望。那你带我一起去吗？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们还可以互相照应着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快回去。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吗？杨素，你在将军府看着娘娘，要寸步不离地保护她，不准她出将军府一步。万一城破，你要护送娘娘安全离开。遵命。皇上，娘娘，放开我！皇上，娘娘，起上！